請問你知唔知咩係社區藥房啊？唔知喎，未聽過，未聽過。唔識判斷。不過信個藥房嘅標誌係藥劑師。咁所以通常咧先嘔下先，一兩日唔好啦，咁就睇醫生啦。醫護行社區藥房自2019年成立至今，已服務超過5萬人次。過去1年，我哋服務咗15000人次，當中有30%係小病小痛，多元文化族裔使用者400人次，回應咗4萬個線上諮詢，指導咗400位長期病患者更安全輕鬆用藥。800人次參加過我哋嘅健康工作坊。有病痛，第一步唔一定睇醫生嘅，藥劑師同醫療專職人員係可以處理到近一半嘅健康問題。調查顯示，有近30%嘅在職貧窮人士或者基層家庭人士，佢哋有病嘅時候係唔會去急症室或者睇醫生嘅，佢哋會去藥房買成藥，但係咪就係可以得到可靠又專業嘅服務同產品呢？非牟利嘅醫護行社區藥房正係為咗回應呢一個需求而成立，係街坊嘅健康應援站。由專業藥劑師團隊主理嘅醫護行社區藥房，唔只係一間有配藥服務嘅 RX 藥房，仲係歡迎街坊嚟傾下講下嘅健康管理諮詢中心，提供藥物同非藥物方面嘅建議，仲有做篩檢、打流感針等等嘅服務。係唔 hard sell 嘅醫護用品店，買一塊膠布，甚至睇完唔買都冇問題㗎，仲會教埋你產品正確嘅使用方法。我哋仲喺教育資源中心舉辦健康講座同埋支援小組，分享健康貼士，幫街坊應對常見嘅疾病，由腸胃不適、傷風感冒等小病小痛，以至三高、痛症等長期病患，甚至係由精神壓力衍生出嘅毛病，我哋都可以照顧到。我哋根據社區嘅需要發展最到位嘅服務，例如推出腸胃急救包，仲逐步引進有中醫元素嘅解決方案。目標係提升街坊嘅健康同埋自我管理健康嘅能力。等佢哋唔使排長龍睇醫生，嚟社區藥房就可以得到支援，藥物同醫護用品都價格相宜，仲唔使預約㗎。喺藥物安全上，我哋透過社區藥房建立一個用藥嘅社區安全網。我哋同唔同嘅機構合作，結合社區服務研究同培訓，同時亦係香港大學嘅教學藥房，期望培育出更多有熱誠、有質素嘅社區藥劑師，提供專業、友善、安全可靠又切合一家大細真正需要嘅街坊健康應援站。糖尿啊，嗰啲血壓高啊、膽固醇咧。我喺呢度咧，就係學到好多嗰啲姑娘，就好有耐性，我就要話俾你哋知咯嚇。點解係注重食嘢健康咯，同埋佢個價錢真係稅好平咯，所以幫助我哋低收入家庭嗰啲人咯。藥劑師講解啊，同埋教我點樣食嗰個藥啊，都很滿意啊。喺度就應該係安心安全咯。你可以預約到1對1服務，你將你自己有啲乜嘢疑問呢？就係話你唔識用藥啊，點樣情形啊，就可以自己一清二楚。其實呢個藥房就真係幫咗好多人嘅。